为着呼吁民众唔通食薰，薰客啊拢会有警示度。薰害防治法的新法嘛规定讲，薰客啊警示度文面积对本地35%，放大到50%。生产业者违法，相当会当罚500万；卖薰的业者相当是罚5万块。国民健康署嘛对拜五开始加强处理。 食薰会危害健康，可能会得到腺癌、喙腔癌、心血管疾病等等。伫咧薰阿爸面顶嘛拢有警示图。薰害防治法新法自3月2日开始正式施行，规定薰阿爸上面的健康警示图文面积，要对旧版的35%扩大到50%以上。 所有的烟盒的包装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呼吁业者啊能够在市面上还有未贩售完毕的，也希望能够来下架，那回收销毁。那么我们也希望3月22号以后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范。 国健署表示，新法正式施行了后，会加强查缉。若是薰阿爸的警示图文违反规定，正则也是司职的业者相当罚500万，限期内爱回收也是退运。若是贩卖的通路业者相当是罚5万。根据国健署过去2礼拜的调查，目前像一寡柑仔店、槟榔档等等，拢也有违规的情形，过来嘛继续加强宣导。 像咱的槟榔摊啊，个柑仔店特别是咱这庄卡所在巷尾这个柑仔店，为的咧卖阿嬷阿公可能较唔知影所以我嘛透过卫生局甲卫生所来甲因做辅导嘛甲因说明这法令的规定。最后，国健署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无合新法规定的薰阿爸，会当甲地方的卫生局也是卡专线检举。为着要鼓励民众改薰，国健署嘛举办2024年改薰比赛，报名到4月底为止，民众若是成功改薰，都有机会抽到30万的奖金。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